黃思齊係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嘅教授，從事癌症研究。幾年前研發篩選高度轉移腫瘤細胞嘅技術，之後喺大學知識交流辦公室協助之下，成功將技術落地，正研究點樣應用喺癌症診斷。做緊研究仲未發表文章嘅時候咧，咁因為有藥廠表示有興趣啦，當其時負責專利嘅同事就同我一齊見呢個藥廠啊，咁幫我申請專利保護啊，咁後期點樣產品化？其實喺香港嚟講咧，我哋都係比較早期一個有系統推動呢種知識轉移嘅高校之一。近年8間資助大學都成立咗知識轉移部門，發掘邊啲研究有潛力商品化，亦會幫科研人員同業界對接，將學術成果轉化落地。其中港大上學年透過知識轉移賺咗近30億，大學話會用返喺科研項目上邊。其實大部分收入咧，最主要就係喺一啲合約或者顧問嘅研究服務嗰度啦，同埋一啲專業同埋持續進修課程嗰度嘅。我哋咧就會投放喺跨學科嘅科研項目上邊啦。咁當然我哋會強化大學一啲基礎研究嘅設施啦。咁亦都培育一啲年輕嘅學者啦。早期嘅一啲有轉化能力嘅科研項目啊，或者有潛力嘅，我哋都會對佢作為一啲資助嘅。